看圖識字一左，左左左左，意思左手邊，比如左手放的一側，字形像左手，下面有公義，中中中中中，意思中間，比如坐椅子正中央，字形豎線穿橫線的中間三，右到右右右右，意思右手邊，比如右手拿筆的一側，字形像右手，下面有口四，上上上上上，意思上面，比如書着上面，字形黃線在上面，下有短豎五，下下下下下，意思下面，比如書着下面，字形黃線在下面，上有短豎總結左，像左手，下有弓，中豎線穿橫線中間，右像右手，下有口上，黃線在上，下有短豎下，黃線在下，上有短豎。